家頭先呢係同場加映嘅啫，唔係真係表演嚟㗎。一陣間先有正式嘅表演，係咪好盞鬼呢？好好睇啊！淨係睇 warm up 已經好正啦。不過喺度咧，再提一提大家啊。咁如果咧陣間運動員表演嘅時候咧，大家千祈咧就唔好用你哋嘅閃光燈咧嚟拍照喎。唔該晒。好啦，嗱，今日咧我哋非常之高興，咁係請到5位嘅主禮嘉賓出席今日嘅活動，同各位金牌選手見面。而家先同大家介紹下各位嘅主禮嘉賓。我們請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副主席段世傑先生，仲有係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 GBS 太平紳士，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副會長劉長珠 BBS 太平紳士，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副處長鄭錦榮太平紳士，以及香港業餘游泳總會副會長關少明先生。而家我哋嘅典禮正式開始，各位嘉賓、各位觀眾、各位新聞界嘅朋友，歡迎大家今日嚟到九龍公園游泳池出席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及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合辦、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協辦今日呢一個奧運金牌精英顯風采嘅跳水示範表演，俾啲掌聲大家自己，多謝晒。嗱，咁啊大家有機會咁近距離一睹咁多位嘅奧運金牌選手嘅跳水啦、游泳啦，同埋帆船運動員嘅風采，係咪好開心呢？ Wendy 啊，其實我諗大家而家已經等得好心急，希望可以咧快啲見到我哋嘅奧運金牌運動員㗎啦！事不宜遲，大家一齊將你哋手上面嘅國旗同埋區旗揮動下，去歡迎我哋嘅金牌運動員進場。有請咁多位嘅金牌運動員。好，我哋介紹下我哋嘅金牌運動員先，包括同大家逐一介紹下先嚇，咁包括咧跳水項目嘅咧就係有女子個人及雙人3米板金牌運動員吳敏霞、胡明霞，我哋一齊俾啲熱烈嘅掌聲歡迎佢哋好嗎？
咁仲有呢，就係女子個人及雙人10米高台金牌運動員陳若琳、陳若琳。女子雙人3米板金牌運動員何姿何姿。女子雙人10米高台金牌運動員汪豪汪豪。男子雙人3米板金牌運動員秦海錢凱。男子雙人3米板金牌運動員羅玉通羅玉通。男子雙人10米高台金牌運動員曹緣曹緣。男子雙人10米高台金牌運動員張硬全張燕全。好啦，咁啊介紹游泳項目嘅運動員啦。男子400米及1500米自由泳金牌運動員孫楊孫楊。哇！仲有就係女子200米及400米個人混合泳金牌運動員葉詩文葉詩文。仲有嘅係女子200米蝶泳金牌運動員焦劉洋焦劉洋。最後呢，就係帆船項目啦，女子帆船單人艇激光雷迪爾級金牌運動員徐麗佳許麗佳。好啦，咁而家呢，我哋係請12位嘅香港運動員向各位金牌運動員獻花。有請咁多位香港嘅運動員嚟到台上面。咁我哋今日香港嘅運動員呢，就作為公道主喎，咁當然呢，就要向我哋嘅客人致意啦。更重要嘅呢，就係影翻張大合照啦，咁好嘅時機可不可失啊！麻煩咁多位嘅香港運動員可以踎低少少，冇錯啦。咁我哋一齊咧嚟一張大合照，笑下咯喎！1、2、3，cheers！好，多謝晒咁多位香港運動員。唔該晒咁多位香港嘅運動員，可以到跳水池邊先。而家我哋奏國歌，請各位起立。請就座。好啦，咁我哋而家呢有一個簡單而隆重嘅握手禮儀式。我哋首先請各主禮嘉賓移步到主禮台。我們請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副主席段世傑先生、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 GBS 太平紳士、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副會長劉長珠 BBS 太平紳士、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副處長鄭
鄭錦榮太平紳士，以及香港業餘游泳總會副會長關兆明先生。咁多位主禮嘉賓同我哋台上面嘅金牌運動員嚟一張大合照啊！笑下啦，咁多位。多謝晒，多謝晒咁多位主禮嘉賓。咁啊，請各嘉賓呢移步去嘉賓席就座啦。因為呢，我哋好快呢就會欣賞到以下落嚟嘅精彩表演。我哋都請各位跳水運動員準備啦。請各位跳水運動員準備一下，也來一下你們的精彩表演。謝謝各位金牌運動員。大家等咗好耐嘅跳水示範表演呢，即將就會開始㗎喇喎。今日呢，我哋好多謝香港業餘游泳總會安排咗宋雲莊教練呢為大家旁述㗎。咁以下時間呢，我哋交俾宋教練。
開始，運動員進場。咁參加今日跳水表演嘅運動員有曹緣、張顏全、何玉通、秦凱、吳敏霞、何姿、陳若琳、汪浩。運動員請進場。表演嘅第一個項目，池邊集體跳水。池邊集體跳水係跳水運動裏邊最基礎嘅跳水動作。如果我哋要學習跳水嘅話，就必須從呢啲池邊動作開始，向前預約入水。咁我哋可以睇到呢，運動員每一次嘅入水呢，都係頭先入水，腳朝上。咁呢個呢，係跳水運動同好多其他嘅運動項目好唔相同嘅地方。第二個動作係反身曲體坐入水。因為我哋喺跳台同埋跳板上邊呢，除咗做咗曲體動作之外呢，就要打開身體再投入水嘅。向前抱膝半周投入水。咁喺跳水動作裏邊呢，係有3種姿勢：直體跳水、曲體跳水同埋抱膝跳水。咁啱啱運動員表演嘅呢，就係剛好表演咗呢3個姿勢啦。宋教練啊，咁如果咧，譬如我哋咧，即係門外漢啦，要學到呢啲佢哋所謂比較簡單嘅動作，要幾耐啊？幾多年啊？如果呢啲簡單動作應該唔會好耐嘅咋。啱啱做嘅動作呢，係向前翻騰一周抱膝。池邊表演結束。呢個咧只係熱身嘅表演嚟嘅啫喎。咁好快咧，我哋就會睇到佢哋嘅3米板啦，同埋10米台嘅表演啊！哇，嗰啲咧先至係真功夫啊！咁其實跳水比賽呢，同埋跳水嘅訓練呢，必須係從基本功開始，就係好似頭先運動員所做嘅基本動作一樣。就好似我哋要起一棟大廈，佢嗰個打樁啊，各種嘅基建啊，一定要搞好，先至能夠攀登更高嘅動作難度。咁宋教練啊，咁普遍嚟講呢，跳水運動員幾多歲開始訓練比較好啲啊？跳水運動員呢，其實從業餘體校嘅培養呢，我哋係5歲、6歲、7歲開始都有嘅。咁譬如其實而家一般嘅中國嘅跳水運動員呢，都係比較由細個開始㗎嚇。係啊，譬如阿秦凱，咁佢就7歲開始。咁其實確實對一個小朋友係唔容易嘅。佢7歲就有咁嘅目標，要去進行跳水訓練。佢而家27歲，咁佢即係話用咗成20年嘅時間去訓練。咁其實咧，當一個小朋友7歲嘅時候咧，佢真係上到高台嘅時候，唔多唔少都會有啲恐懼嘅喎。點樣克服呢？第一個動作，吳敏霞向前跳水曲體。運動員做5步嘅走板，起跳之後做曲體動作，跳得非常好，水花亦都壓得好靚。咁我哋可以睇到呢，呢個運動員喺空中嗰個成形係成得好靚嘅。跟住另一個係羅玉通向內跳水曲體。佢嘅姿勢係同敏霞一樣嘅，但係起跳嘅方向就唔同。係完成得非常好，身體拉得好直啊！其實呢，呢個曲體姿勢、直體姿勢同埋抱膝都有多種唔同嘅演繹嘅。何姿向後跳水曲體，向後係第2組嘅動作。我哋睇呢啲動作呢，好似非常簡單，但係呢，我哋係唔可以忽視佢嘅，
因為喺國際跳水比賽裏邊呢，簡單動作都可以攞到好高嘅分。下一個巡海103B 向前翻騰1周半曲體。咁其實咧，每一個形容佢嘅動作咧，我哋都有可以俾一啲數字或者係字母俾佢嘅喎嚇。係啦，咁樣喺跳水比賽裏邊呢，係分開唔同嘅5個組別。咁第一組呢，就係啱啱巡海跳呢個係向前跳水。頭先上一個河姿跳嘅呢，就係向後跳水。下一個係高台表演，陳若琳向後跳水曲體。根據牛頓萬有引力定律嘅學說，物件嘅自由落體每秒鐘係9.8米。我哋可以睇到我哋面前呢個跳台係10米，咁我哋可以知道運動員喺1秒0幾嘅時間裏邊就要做出好複雜嘅轉體同埋翻騰動作。將眼傳向內跳水曲體。張雁全今年18歲，係廣東潮汕人。下一位汪豪，反身跳水曲體。汪豪係天津人。下一位曹緣，向前跳水曲體。由於喺跳水比賽裏邊呢，跳台比賽係有6個組，跳板比賽係有5個組。因為跳板唔可以倒立，所以呢跳台第6組呢就多咗1個組啦。下一位係3米板吳敏霞，反身跳水曲體。運動員喺走板嘅時候必須係非常穩定，配合板嘅彈性，利用板嚟將自己嘅身體送高，空中成形之後抬頭入水，將身體拉直。咁喺跳水入水裏邊呢，係要求運動員係達到垂直90度角，先至係滿分。下一位何姿，佢跳嘅係翻騰動作。向內翻騰1周半跳曲體。係啦，乜宋教練啊？係玩跳板運動員呢，其實佢嘅身高體重係咪比跳台咧係可以即係多翻啲呢？其實體重呢，其實係有利於壓板嘅，但係過重呢又會不利於翻騰動作。所以呢，係啦，要求運動員係身材好勻稱，好 fit， 關節亦都要非常好。感覺非常清醒。好啦，巡海嘅表演。巡海向後跳水曲體。我哋可以睇到運動員嘅關節係好柔軟嘅，佢哋利用跳板同埋跳台可以做出非常美妙嘅動作。下一位羅玉通，反身跳水曲體，呢個係屬於第3組嘅動作。我哋睇下羅玉通可以起到幾高，佢可以起到利用板嘅反彈，可以起到5米咁高嚟做動作。咁呢更有時間俾佢展示動作同埋體型嘅優美。所以佢嘅動作特別細膩啊！係啊，下一位吳敏霞，佢跳嘅係翻騰兼轉體嘅動作，反身翻騰1周半。兼轉體半周。跳得好靚，而
且咧喺跳水裏邊，翻騰兼轉體係比較複雜同埋比較難練嘅動作，因為佢唔單止係由運動嘅橫軸轉為運動嘅中軸，跳水運動員仲要喺最後係要求90度角嘅入水。下一位10米台陳若琳，好啦，我哋又轉我嘅視臂立線跳水，去到高台啦嚇。臂立向後翻騰2周，轉體1周半。其實淨係運動員淨係練習呢個跳台臂立都已經係花咗好多時間㗎啦。因為喺比賽嘅要求裏邊呢，運動員必須立穩3秒鐘先至可以開始跳動作。你真係講得啱啊！我哋一般人呢，想做呢一個手倒立呢，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啊！係啊一定要蹦住埲牆先得。雙眼傳向後翻騰2周半，轉體1周半。嗱，呢個動作呢，個起跳同埋翻騰距離都非常好，就係入水壓水花嘅時候呢，少於90度角啦。下一位汪豪向前翻騰3周半曲體，1、2、3。其實運動員喺訓練當中呢，訓練嗰個翻騰周數，自己嘅腦袋裏邊要好清醒，自己係翻咗1周、2周、3周，咁唔可以呢糊塗嘅喎。如果翻錯咗呢，動作就失敗㗎啦。下一位係曹緣，反身翻騰3周半抱膝。而跳得非常好啊！咁喺3組動作裏邊呢，翻騰3周半呢係一個好高難嘅動作。咁而且我哋睇落去呢啲動作都非常之驚險。如果運動員冇一個勇敢嘅精神，冇一個獨立去完成動作嘅精神呢，係好難練出咁高超嘅技術嘅。呢個運動員跳嘅係臂立轉體1周半兼翻騰2周半。喺做呢個動作嘅過程中，除咗要求運動員臂穩3秒鐘先至開始跳動作，同時就係要求運動員有好強大嘅臂力，因為你要有臂力，你先可以推台，令到個身體離開個跳台，先至開始做翻騰同埋轉體嘅動作。宋教練啊，我哋都俾啲熱烈嘅掌聲，多謝頭先咁多位嘅跳水運動員精彩演出，真係非常之好睇啊 Wendy！ 咁睇完咁精彩嘅跳水表演呢，咁我哋就等啲跳水運動員休息一下先啦。呢個時候呢，我哋就同游泳同埋帆船嘅金牌運動員傾下偈先。咁佢哋呢，包括有孫楊、葉詩文、趙劉洋同埋徐利佳，有請咁多位，有請。大家可唔可以俾大聲啲嘅掌聲歡迎佢哋啊？你們好。那我們今天請你上台是要跟你們聊聊，也許我先跟葉詩文聊一下。哇，你只有16歲，那麼你16歲，可是已經是大滿貫的游泳選手，拿了奧運金牌、亞運金牌，還有是世錦賽。
那你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下个目标的话，因为接下来还有很多场比赛，然后希望把它比好，还有就是明年的全运会，也希望能够有一个好成绩吧。再谈你的世界纪录，你会不会在短时间有機會打破它？我想，只要努力訓練，應該還是有機會的。好，俾啲熱烈嘅掌聲。佢話好快有機會係再破自己嘅世界紀錄喎。咁我同阿孫楊傾傾偈先。Wendy， 我過嚟你隔離啊，難得可以企喺孫楊隔離啊嘛。哎，孫楊，你在1500米自由泳比賽的時候發生了一個小插曲，那當時我們都以為你是慘跳了。那你等候裁判判決的時候，其實你的心情是怎樣的啦？當時其實跳下去以後，其實心裡其實就是一片空白吧，因為所有的運動員，不光是我，練了4年，付出了非常多，其實就是為了在奧運會能展現那一刻。但是如果出現那種小插曲的話，確實就是對，還是有一定的影響，小小的影響，對。可是我覺得你好厲害，你怎麼可以這麼快就平靜下來，還拿到金牌了？因為就是說我還有機會再獲得比賽資格，但是因為確實開始就是說不是因為我的原因而造成這個差距，所以說的話，之後也是盡快調整心態，然後進入到後面的比賽，因為這個機會我覺得非常不容易。對。好，謝謝孫楊，我哋俾掌聲孫楊好不好？謝謝。那跟着我要跟交流洋談一下啦。那08年的時候，北京奧運拿了銀牌，今屆倫敦奧運拿了金牌。那麼其實在這幾年間，你的訓練也很刻苦，可是呢成績曾經下滑。那你是怎麼樣克服這一段比較困難的時間呢？其實成績也不算是下滑吧，就是可能是一個平台期。就是練得很累，但是不會長成績，然後比賽的結果也不會很好。但是當時我主要是因為改技術嘛，然後造成的這些問題，所以說當時改技術的時候挺困難的，然後一直想放棄，然後但是最後教練和家裡爸爸媽媽然後覺得說應該是更適合我200米蝶泳。所以最後還是選擇堅持。哇，幸好你沒有放棄，我們給熱烈掌聲，俾掌聲。咁我同係先，我們首先要中國來的。其實我們都知道，這個項目一向都是歐洲選手的強項來的。那面對那麼多歐洲強勁的對手，你是怎樣去突圍而出的呢？其實我是屬於那類windwise and weatherwise sailor， 所以我會比對手更擅長觀察風區和判斷航線。那比如說在最後一輪的獎牌輪中，雖然說我起航失利了，但是通過最先進入有利航線，得以助我反敗為勝。好，謝謝，我哋俾啲熱烈嘅掌聲，徐利佳 ，thank you。好多謝咁多位金牌運動員分享佢哋嘅經驗同埋感想。咁跟住咧，我哋就請青少年運動員嘅代表啦。咁香港嘅代表，我哋有3位嘅跳水運動員嘅，包括咧就係有潘偉晴、周浩榮同埋曾子晴。咁佢哋咧就會同部分嘅跳水金牌運動員真情對話㗎。首先我哋請3位青少年及接受訪問嘅金牌運動員移玉步到典禮台，有請。亦都多謝晒我哋台上面嘅4位金牌運動員，謝謝4位。謝謝你們，謝謝繼續努力。我哋請香港嘅青少年運動員啦，同埋接受訪問嘅幾位中國金牌運動員嘅，有請香港嘅運動員，還有是中國金牌運動員上台接受訪問。嗱，咁其實咧，呢個對話咧好重要㗎，因為佢哋咧會問到佢哋自己心目中嘅疑問啊，然後解決咗之後咧，可能對佢哋日後嘅成績好有幫助喎。其實一定啦，因為好難得有機會可以咁近距離咧同金牌運動員接觸㗎嘛。好啦，咁啊3位青少年運動員已經喺度啦。好啦，潘偉晴先嚇。你們好，
我想问一下罗一通跟秦凯的，我知道在本届奥运会中，国家队拿了所有双人的金牌。我知道在双人比赛里面，默契是很重要的。那我想知道你们是怎样维持这种默契？是不是除了在训练以外，你们都会经常在一起？肯定会吧，就是除了平时的训练以外，平时生活呀，像我跟秦凯平时都是住在一起，住在一个房间，然后经常会有就比如说沟通啊，就除了训练上，在训练当中沟通，然后或者下来以後也會，就是說訓練中有什麼問題，下來以後就會多溝通吧。我覺得最重要是多溝通。當然啦，最重要嘅溝通啊！謝謝。咁我哋咧又請我哋嘅香港運動員周浩榮咧問下一啲問題啊。咁咧就潘慧晴，係你頭先讓佢問先啦，而家輪到你咯喎，盡情發問啦！哇好，我想問一下，運動員在比賽的時候都會感到非常的緊張，你怎麼保持良好的心理質素，把技術發揮到最好的水平呢？就靠平時訓練的累積吧，還有比賽的經驗，之後要相信自己。好，唔該晒。好啦，咁啊，最後咧就係曾子晴啦，你冇得讓啦，佢哋問晒啦，留翻你最後一個啦。好啦，咁你想問汪浩嘅係咪啊？咁你而家亦都俾個機會你啦。吳敏霞小姐，自奧運期間，你一直受傷患的困擾，但你依然可以在比賽取得2面金牌。你是怎樣保持去面對和克服，繼續堅持來取得這麼好的成績呢？你係想問邊位啊？吳敏霞，吳敏霞，吳敏霞。我覺得是夢想吧，因為我選擇了跳水，我的目標就是奧運會，所以中間無論多困難，我都會去堅持，所以一切都不會阻礙我的夢想。謝謝。謝謝各位。咁喺度咧，多謝晒咁多位嘅金牌運動員同我哋香港嘅運動員真情對話㗎。多謝晒金牌運動員，亦都多謝晒我哋香港嘅運動員，謝謝。請各位回去就座，謝謝。好啦，咁啊，而家咧，我哋又有到第2節嘅跳水環節啦嚇。咁我哋請各位跳水運動員呢係準備一下啦。咁我亦都將個時間咧係交俾宋教練為我哋旁述，唔該。下面我哋嘅金牌跳水運動員即將進行第2部分嘅表演。跳水項目確實係一個令人非常讚歎嘅運動嚟嘅。跳水運動係運動力學同埋人體美學嘅美妙結合，亦都係人體藝術同埋速度嘅美妙結合。咁我哋下邊呢就可以睇到金牌運動員跳出更加高難嘅動作，更加精彩嘅動作。喺跳水運動裏邊，唔單止有單人跳水，仲有雙人跳水。單人跳水
充分表現咗運動員嘅個人藝術同埋勇氣，而雙人跳水呢，亦都能表現出運動員嘅集體主義嘅團隊精神。下一個係由吳敏霞表演向前翻騰2周半曲體。咁我哋可以數數運動員喺個跳板上面行咗幾多步，翻騰咗幾多個關鬥。1、2打開2周半啦已經，所以呢，跳水運動呢，要求運動員嘅頭腦非常清醒，因為佢哋異於其他項目嘅就係運動員嘅每一個動作係頭朝下、腳朝上，咁要求運動員嘅頭腦係好清醒嘅。下一個係秦海向前翻騰3周半嘅高難動作。1、2、3打開，動作跳得非常之好。咁啱啱2個運動員演繹嘅動作呢，都係向前翻騰嘅動作。下一個係由何姿演出向後翻騰2周半曲體。向後完全係嗰個翻騰嘅動力同埋感覺係完全同向前係唔同嘅。1周2周打開投入水，係啦。咁樣運動員喺打開嘅時候呢，必須望到水面自己入水嗰一點嚟到判斷自己嘅身體位置是否垂直。下一位係羅玉通向前翻騰3周半曲體。宋教練啊，咁頭先講到啦，其實好多人都唔係好清楚，究竟隻眼係應該望邊度啦？即係運動員嘅眼啊。其實喺跳水訓練裏邊呢，運動員係用佢嘅眼睛同埋感覺去判斷一個動作，自己到底翻騰到邊一個位置，喺邊一個位置應該判斷打開。吳敏霞向後翻騰1周半直體。嗱，直體動作呢，由於呢個全個身體伸直嚟翻騰，嗰個身體嘅半徑係比較長，所以呢，直體嘅翻騰動作呢，係要比抱膝同埋曲體做起嚟要困難嘅。教練啊，其實我哋平時喺比賽嘅時候又少啲會見到直體嘅喎，翻騰嘅喎。係啊，因為呢個動作呢唔容易做，多周翻騰係好少採用佢嘅。秦海啱啱跳嘅動作係向前翻騰2周半兼轉體2周。咁喺跳水訓練裏邊，翻騰兼轉體嘅動作係非常困難嘅。點解咁講呢？因為運動員要從翻騰運動嘅中軸轉為轉體運動嘅橫軸，而且佢最後入水嘅時候呢，又回復翻騰嘅中軸，所以講佢個動作係好難控制。陳若琳向前翻騰3周半曲體。咁我哋可以睇到啦，陳若琳嘅動作呢，翻騰比較快，而且身體係比較輕盈。曹緣向後翻騰2周半兼轉體1周半。我哋見到咧運動員咧喺高台嘅準備嘅時間呢，其實咧佢腦入邊呢，會唔會係諗緊動作嘅呢？係啊，一定係咁樣，因為運動員每跳一個動作或者比賽每一個動作，佢喺準備跳之前必須係思考一次自己嘅動作應該點樣去做，個動作要點喺邊度，然後再去跳動作，完成自己嘅高難動作。冇錯啊，教練，所以成日見到比賽嘅時候呢，有啲運動員呢，見到佢哋嚟跳難度高嘅動作時候呢，佢哋會等耐啲先去跳㗎。係啊，汪豪秘立向後跳水，向後翻騰2周兼轉體1周半。
咁喺呢個跳水運動裏邊呢，其實中國喺74年係參加第一次嘅亞運會，81年係參加世界錦標賽，84年係第一次參加奧運會嘅。因為之前呢，國際奧委會係並唔接納中國大陸，只係接納台灣，所以呢，中國嘅跳水運動員喺世人面前嘅展現呢係遲咗啲嘅。啱啱呢個動作係臂立跳水，臂立翻騰2周兼轉體2周半。下邊我哋再嚟睇3米板嘅雙人跳水。雙人跳水運動員要互相配合得非常好，唔單止河姿唔吻下，向前跳水曲體。雙人跳水唔單止要求運動員喺走板嘅步伐、走板嘅速度、起跳嘅高度、完成動作嘅高度都係要配合得非常好。下一個係10米嘅動作，雙人跳水，陳若琳、汪浩向後跳水曲體。呢個動作睇落去非常簡單，但係喺空中控制嘅時間呢係比較長，所以係比較難控制嘅。配合得非常好。跟住係3米嘅羅玉通、秦海向前翻騰1周半。咁其實咧，我見到呢啲運動員咧，唔單止佢動作係整齊啦，即係好一致，連體型咧其實咧都係相差不遠嘅喎。係啊，我哋要求特別係雙人跳水，要求運動員喺體能啊、身形啊、彈跳力啊、爆發力啊各方面，即係都要相對一致，咁先能夠配合得好。下一個表演係張雁全、曹緣第4組嘅動作，向內跳水曲體，水花壓得非常靚。3米跳水表演，吳敏霞、何姿同樣係向內跳水曲體。喺跳水運動裏邊係分2大項目，跳板項目同埋跳台項目。跳台係唔帶彈性嘅，跳板係帶彈性嘅。所以喺跳板嘅訓練當中，因為跳板佢有彈性，而且咧你壓佢嘅力量大同細唔同，身體稍為有啲偏頗咧，就會令到嗰個起跳咧出現問題㗎啦。所以應該講咧，跳板嘅練習比跳台仲更加困難一啲。下一個係秦海、羅玉通向前翻騰3周半曲體。運動員運用咗跳板嘅反彈力，雖然跳板係3米，嗰個3米嘅高度係點樣計算呢？就係由水平面到板面。但係當運動員充分利用板嘅反彈呢，運動員可以跳到5米咁高嚟完成自己嘅高難動作。咁啊，宋教練啊，我哋知道咧2個人其中一個係發號施令㗎，咁其實係邊個咧？係咪經驗豐富啲嗰個咧？下邊係陳若琳同埋汪浩向前翻騰3周半曲體。
其實只要係兩個人配合咗，邊一個法令都冇問題嘅。最緊要係合拍同埋默契啊！係啦係啦，跟住係3米板吳敏霞何姿向後跳水曲體。咁喺跳水比賽裏邊，雙人嘅跳水比賽呢，係有呢啲簡單嘅規定動作，必須納入比賽嘅程序裏邊嘅。嗱，跳得非常好。咁我哋可以睇下運動員嘅膝蓋啊、腳尖啊、體型、身形啊，都係演繹得非常美妙嘅。下一個係10米嘅動作，張雁全、曹緣臂立跳水，向後翻騰2周半兼轉體1周半，係立定跳水，向後翻騰2周半兼轉體1周半。咁喺起台嘅時候呢，要求運動員呢有好乾脆嘅彈跳力，因為運動員呢要跳離個跳台，但係又唔可以跳得太遠，因為拋物線太遠嘅話呢，運動員就動作就完成得唔好。嗱，頭先呢一個咧又翻騰啦，又轉體啦，係高難度嚟嘅喎。係啊，下邊係秦海同羅玉通。向前翻騰2周半兼轉體2周。運動員呢係先翻騰咗1周半打開，然後轉體2周，然後再完成埋最後1周嘅翻騰。佢哋嘅配合非常好。我哋睇運動員嘅配合呢，要睇佢走板係咪一致，起跳嘅高度係咪一樣高，升空以後離板嘅距離係咪一樣？入水嘅角度係咪一樣？嚟判斷運動員嘅雙人跳水動作。由於運動員人數唔多啊，所以佢哋要爬樓梯跳落嚟又爬上去呢，係需要花費一啲時間嘅。咁而家係進行另一項集體跳水表演。嗱，呢項表演呢，我哋喺奧運呢就冇機會欣賞到㗎啦嚇，係佢哋呢比較係有花款嘅表演嚟嘅。係啦係啦，咁集體跳水表演呢，喺呢個真正嘅任何一個跳水比賽裏邊係冇㗎。咁呢係專門為香港嘅觀眾編排出嚟嘅集體表演跳水，向前倒下入水。佢哋入水嘅時候呢，係要喺同一個入水點。咁但係呢，佢哋上水嘅時候呢，係喺唔同嘅上水點。如果未學習過跳水嘅朋友呢，就千祈唔好模仿呢個動作，因為呢，佢哋前後跟得好緊。如果唔配合好，冇喺水下嘅技術呢，係唔可以去做呢個動作，好容易互相會碰到嘅。呢啲亦都係運動員自己創出嚟嘅跳水動作，張雁全同曹緣都需要兩個運動員互相配合。咁樣喺跳水比賽裏邊呢，係分開5米台、7米半台同埋10米台。跳板比賽呢，就分3米板同埋1米板。咁但係喺大比賽奧運會嘅比賽裏邊呢，就只有10米台同埋3米板嘅表演。向前曲體跳水伴奏，佢哋採用咗唔同嘅花式。我哋好多謝金牌跳水運動員，佢哋唔單止表演咗好多佢哋高難嘅動作，仲為我哋香港嘅觀眾創造出好獨特嘅集體跳水嘅動作。再次多謝金牌跳水運動員。
我哋祝中國跳水隊喺以後嘅國際賽事裏邊，能夠為我哋國家爭取更多嘅榮譽。多謝金牌跳水隊嘅運動員。係咪好精彩咧？好好睇啊！俾多一次熱烈嘅掌聲，多謝咁多位中國金牌跳水運動員。你哋覺得好睇，就揈下支旗仔，俾大聲啲嘅掌聲，我哋嘅金牌運動員聽下好唔好啊？Lily 真係好好睇啊！你有冇成日咧喺現場睇一啲跳水運動員比賽或者表演㗎？其實都有㗎，咁因為咧好多時咧做訪問之前咧，我哋會有啲時間啦，咁咧我就特別中意睇咧係高台雙人跳水啊！我覺得佢哋好輕巧啦，咁同埋咧入水咧，佢哋會多少少時間喺個空中嗰度咧做多啲嘅翻騰動作啦咁樣。咁但係今日咧，我覺得咧睇跳水嗰個味道又唔同咗啲啦，因為咧其實佢又有啲動作咧就唔係喺比賽或者奧運嘅時候咧係做出嚟㗎。咁但係佢今日做呢，佢係用一個比較輕鬆啲嘅心情啊！你會見到佢有小動作㗎。平時比賽呢，佢哋好嚴肅㗎。而家呢，譬如今日咁呢，佢哋會同隊員傾下偈啊、笑下啊，或者拍下你啊，咁我先上台啊咁。我覺得呢啲呢，真係好有人性，俾我哋見到佢係好親切、好可愛嘅一面咯。我啦就覺得啦，因為今次其實係我第二次真係喺現場度睇跳水運動員去，即係今次嘅表演啦。我對上一次睇呢就係比賽嚟嘅，上一次呢就喺深圳度睇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當時呢，我哋在場嘅金牌運動員何姿呢，佢都有份係出賽嘅喎。我記得當時佢仲攞咗3面金牌，咁我就係現場見證住佢攞面金牌，之後就同佢做訪問啦。我覺得佢嘅表現呢真係非常之好，其實同今日呢唔係差，直情係差唔多啊！即係講緊係比賽同表演喎，係我覺得佢喺比賽嘅時候係冇壓力㗎，佢跳到咧好似平時表演咁樣，好犀利啊！我覺得我哋啲中國嘅運動員。咁你又覺得最後嗰個5米嘅集體跳水點樣啊？哇！平時好少機會可以睇到，我覺得真係好特別啦，同埋好有 feel 嘅，真係覺得佢哋好有節奏，一個逐個好有節奏，好有 beat 咁跳出嚟，好正。係啊，咁但我相信咧，大家未必睇到水底啦。咁但係咧，如果睇我哋無線嘅直播咧，你就會咧睇到佢哋，哇！一個接一個接得咁緊，哎呀，爭啲撞啦，哎唔好撞啊！即係你會為佢擔心啦，但係佢哋係一定唔會嘅喎。我覺得佢哋一定唔會啦，因為佢哋每一個都係訓練咗好長時間啦，咁同埋好專業嘅跳水運動員嚟㗎嘛。好啦，咁啊，我哋跟住咧就係再會請啲運動員出嚟嘅喎。冇錯，咁我相信咧，今日在場嘅所有觀眾都睇得非常之開心㗎啦。咁但係咧，活動咧已經接近尾聲㗎啦。咁喺進行壓軸大抽獎之前呢，我哋要再一次以熱烈嘅掌聲，多謝各位金牌運動員俾我哋有機會欣賞咁精彩嘅比賽。嗱，俾一次最後機會你哋大力啲鼓掌。係咪想佢哋再有機會翻嚟表演啊？希望我哋將來再有機會可以同到咁多位金牌運動員見面啦！我哋啲掌聲唔好停好唔好啊？頭先睇得咁開心，我哋一齊揮動我哋嘅國旗同埋區旗，同埋俾熱烈啲嘅掌聲！我哋咁多位嘅金牌運動員，非常感謝你們為我們香港的觀眾的演出。非常感謝你們，祝你們日後有更好、更美滿的成績，也為我們中國拿多一點，無論是什麼牌，總之有好成績就是好的。冇錯啦，頭先我哋咧漏咗個冇理由漏咗一個咁高嘅，我哋都唔知噶嘛，就係孫楊啦。咁啱啱都出埋嚟啦，謝謝各位，謝謝，謝謝你們。請運動員退場，謝謝。嗱，你哋都好乖嚇，咁啊留到最後喎。點解要留到最後啦 ，Wendy？ 因為跟住落嚟呢，就係抽獎嘅時候啦。活動開始之前呢，其實我已經提過大家㗎啦，要 keep 住你哋嘅入場券啊。咁而家呢，請大家攞翻你張入場券出嚟先。咁我哋將會呢係抽出幾位嘅幸運兒啦。咁幸運兒呢，
只係需要答中一條簡單嘅問題呢，咁就可以攞到由金牌運動員親筆簽名嘅 T-shirt 一件。係咪好想攞到呢？快啲攞翻你張嘅入場券出嚟啦！咁我哋而家有請香港業餘游泳總會副會長關兆明先生為我哋抽出幸運兒，有請關生。運動員親筆簽名嘅 T-shirt 非常之有紀念價值㗎。哇！我諗個個都好想攞到咯。冇錯啊！大家去睇一睇我哋件 T-shirt 先，就喺台上面呢一件啦。咁多位運動員都有簽名㗎。我哋請關兆明先生為我哋抽出幸運兒。我哋見到關生行緊過嚟啦。大家準備好你嘅票尾未呢？仲有喎，如果抽到你嘅話呢，請你要舉手示意喎。咁我哋會有工作人員埋嚟呢，同你哋逐一呢係對一對你個編號啦。咁然後呢就會帶到你嚟台前面㗎啦。咁其他嘅觀眾呢，如果係冇得獎呢，就唔好舉手咯喎。如果唔係我哋呢，就好難揾出嗰位幸運兒㗎啦。我哋嘅問題呢，好簡單嘅啫，你實識嘅。好啦，我哋首先麻煩關生幫我哋抽出3位幸運兒先。好啦，咁就由呢個透明膠箱啊，嗱關生咧就冇睇㗎嚇，係以示公允嘛。我諗睇都唔會知邊個打邊個啊。好啦，關生，我哋一次過抽出3張先。咁第一位咧，聽清楚啦喎，就係3600806。咁我再讀多一次啊，3600806，係咪你啊？快啲 check 下啦喎！好，麻煩關生。第二位就係3602-743，3602-743。唔該，關生。咁仲有一位呢，就係3602-653，3602-653。好啦，咁啊先拔頭籌，3位嘅幸運兒嚇，有冇中獎啊？會唔會掛住睇我哋嘅金牌運動員唔記得對你嘅入場券啊？舉手俾我哋知喎，如果唔係你就會錯過大好機會㗎啦嚇。再讀一次，第一位3600806，第二位3602743，第三位3602653。夠唔夠清楚啊？夠唔夠大聲啊？有邊個想我再讀多次㗎？唔該你舉舉手。冇啊！佢哋全部都知道自己有啦，冇錯有啦，嚟緊啦。我哋見到咁麻煩我哋幸運兒工作人員呢，帶領我哋嘅幸運兒嚟到台前邊呢一度。咦，有位小朋友嚟嘅喎。小朋友唔知識唔識答呢？不過頭先如果佢有留心呢，應該都識答嘅 Wendy 嗬。我哋會有 tips 俾你嘅。唔係，咁其實我呢就係睇緊小朋友啊，啱唔啱着呢件衫呢？不過呢都係唔使諗㗎啦，因為呢件衫呢係唔會着㗎嘛。我都係咁話，如果俾你攞到，你會點用啊？我會掛咗佢喺屋企最多眼嘅位咯。係咪揾相架鑲起佢啊？都想㗎，都會㗎。可惜啊，我哋又冇呢一個入場券啦，我哋又冇機會得到啦。你哋就好彩咯喎，你哋有機會可以攞到。咁除咗呢3位嘅幸運兒之外呢，陣間我哋仲會抽出幾位幸運兒㗎，所以大家都千祈唔好走開住喎。好啦，咁我哋有請關生啦，幫我哋呢就係一陣間頒獎。首先答咗個問題先，冇錯啦。好啦，小妹妹答定係你答啊？睇下小妹妹答唔答到先。嗱，我首先問你第一條問題啊，好簡單嘅啫，就係今日一共有幾多位內地金牌運動員出席今次嘅活動呢？識唔識答啊？
要講明10幾多位嘅喎。小妹妹，你試下講啊！大聲啲。啱啊，一打係12，好犀利喎！恭喜晒！好麻煩關生為我哋咧，哇，好大件嘅 polo polo shirt 俾我哋嘅幸運兒。好，恭喜恭喜！恭喜晒！好啦，第2位嘅得獎者。好，咁啊請問你今日出席活動嘅金牌跳水運動員係有幾多位呢？淨係跳水喎，唔計游水同埋帆船喎。知唔知道啊？有冇數啊頭先？嗱，提一提你啦，我哋今日總共有12位金牌運動員，減走4個係幾多個啊？大聲啲講出嚟，小朋友係幾多個？12減咗4個金牌運動員係幾多個啊？8。冇錯啦，8個，恭喜晒！咁麻煩關生咧。好啦，請兩位面向台前啦，俾大家羨慕下啦。係面向台前，係俾大家羨慕下，開唔開心啊？恭喜晒！恭喜晒！好。好啦，咁可以翻埋你嘅座位啦。最後呢一位嘅幸運兒啦。最後一位幸運兒，今次係大人嚟㗎啦。我諗你頭先都有留意㗎啦，應該識答嘅。咁我問下你啦，出席今次活動嘅內地游泳金牌運動員有幾多位呢？游泳喎，記住係。嗱，頭先其實好易計啫。啱嘅。3位哇，冇錯啦，唔使俾 tips 唔使俾 tips 啊，自己已經識答啦。咁又麻煩關生啦。好啦，咁啊，關生，唔該晒，恭喜晒！再繼續為我哋抽出幸運兒啦。咁麻煩關生呢，再為我哋抽出多3個幸運兒啦。係3601714，3601714，3601714，仲有最後一位啦，3600603，3600603。快啲睇下係咪你中獎咯喎！睇下有冇反應先。係咪抽中你啊？我見咧有啲人而家仲喺度摷緊佢個袋喎，咁不如咧我又講多次個 number 啦，分別係3600741、3600603，同埋3601714。咦，我好似見到有幾位幸運兒咧過緊嚟喎。係啊係啊。應該係佢哋啦。係一啲青少年朋友嚟㗎。冇錯，仲有個小朋友添啊，小妹妹啊。小妹妹識唔識答呢？好啦，3件 T 恤啊 ，polo shirt 等緊你嚟攞啊！快啲跑過嚟啦喎！如果唔係，件 T 恤走咗㗎啦喎。好，你哋兩個係一齊嘅，係咪？好 ，Wendy 麻煩你問啦。嗱，問題咧就越嚟越簡單㗎啦，都係數字嚟㗎。請問你出席今次活動嘅帆船金牌運動員有幾多位呢？一個。啱嘅。唉，其實 Wendy 我哋真係咧擺明係送俾佢哋嘅。問完有幾多運動員12個，跟住又減咗8個，再減多3個，仲唔係1個咩？恭喜晒！恭喜晒你，恭喜晒！跟住呢位小妹妹喎，同埋係咪媽咪啊一齊出嚟？係咪媽咪啊？小妹妹同媽咪好啦。咁我問你一個問題，好易答嘅啫。咁你咧喺頭先12位運動員裏邊咧，講其中1個個名出嚟就得啦。
孫楊，孫楊冇錯，梗係啱啦，恭喜晒！哦，唔該晒。好，恭喜晒你哋嚇！咁我哋請下一位嘅得獎者上台啦。都係想你講一個名，不過係游泳或者係帆船運動員4個人之中是但一個嘅名。比頭先嗰個更容易喎。其實真係好容易，因為你只要講同頭先講嗰個一樣呢，你已經係答中㗎啦。冇錯，錯，就係孫楊啦。真係要大肆宣揚啊！係啊，恭喜晒！好多謝晒香港業餘游泳總會關少明副會長。多謝晒，唔該。多謝晒你。好，請關副會長呢係回位就座嘅。好啦，今日呢，我哋奧運金牌精英顯風采跳水示範表演嘅活動已經係圓滿結束啦。嗱，今日嘅活動呢係進行得好順利啦。咁我哋呢係要多謝好多個 party 㗎。咁包括呢就係香港業餘游泳總會嘅鼎力支持啦。另外多謝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直播今日嘅活動，等買唔到門票嘅市民呢可以安坐家中欣賞到各個金牌運動員嘅精湛表演。亦都要多謝各個機構，包括呢係民眾安全服務隊及香港義工協進會維持秩序，醫療輔助隊提供救傷服務，香島中學銀樂隊、香港韻律泳代表隊同埋浸信會呂明才小學啦啦隊為我哋嘅表演。最後要多謝各位出席今日嘅活動，大家係咪覺得好滿意啊？係咪心滿意足啊？一定係啦，不過呢，為咗避免混亂呢，請咁多位觀眾呢，你哋依照大會工作人員嘅指示，有秩序咁慢慢離開。多謝各位合作。Have a nice weekend. Thank you. Bye bye.